捏客家，阿叔啊，很久没来台北了哦。哎呀，这边有一家很道地的客家餐厅啊，哦来带你去吃客家菜啊。哇，客家菜呀，好啊！阿明姑啊，一件传統忙唔忙嘅哦？松板奶油来吃锅啊。係哦，嗯，客家菜好食咧。好吃。哦。我上次啊有来这边点过一个很好吃这个客家小炒。哦，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，係啊，客家小炒，好食咯。哎，还有这个，哎呀九层塔茄子。哦，阿明姑啊，嗯，國語啊喊咗九層塔，嗯你客家話講七層塔。啊，七層塔。七層塔炒吊菜嘅。啊，要冇？要哈。七层插标，唔該啲。七眼插炒吊菜嘅。雕吹耶。哎，阿叔啊，这个我就会讲了。乜啊？葱啊剪挑夫，葱嘅剪挑夫。我又讲错了。葱嘅。葱哎剪挑夫，係。剪挑夫就是煎豆腐嘛。要冇？好。哦，对，这道很好吃啊。好嚟啦。哦神方招呼嘅。好唔刪到刪唔刪。好。好啦。咁熟得咧。好啦。什么？先冇嘢啊。哎呀，阿叔啊，係咪黨商我來台北？啊，無限啊！哎呀，那我真的要跟你好好补补啊。哦，布布啊！阿叔，跟我们家上的菜比起来怎么样？咁樣係有，咁樣係好食，哎，好吃好食。喂，阿明姑啊，嗯，牛飯啊，飯啊，不，有，我帮你叫那个猪油拌饭啊。你係會有豬油餃飯？有啊。哦，很油啊。哦，来了。嚟，猪肉膠。小妹啊！啊，哦，當茶飯哦。多配一点菜。所以啊，这个阿蛇啊，如果你喜欢吃啊，以后常常来台北，我天天带你来吃这一些猪油屌饭。豬油餃飯，天天來啊！天天來。咁好。哦，所以啊，唔好客家話，你就落伍啦。阿叔，來，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，七元插剪雕菜嘅，七元插剪雕菜嘅，豬油餃飯，客家菜好食要茶飯，客家菜好食要茶飯。